位典型香港男生會考30分以上，平均身高180cm， 天生擁有神一般嘅歌唱技巧。遇上壞人嘅時間，可以用歌聲感化對方，使其改邪歸正。曾經喺第1期、第45期同埋第71期3度登上100毛封面。喺100毛老視上出現嘅封面人物排行榜，組合界高居榜首。好犀利啊！你知唔知佢哋講兩句先？嗱，即係呢啲我聽翻嚟啦，你哋自己都有講過嘅，咁我唯有就照問啦。其實生得冇咁高有咩好處咧？咩啊？生得冇咁高有咩好處咧？我冇度過呢個喎，靈活啲啦，係嘛？短小精幹啲啦。短小精幹呢個字眼咧，就永遠都係啦，好易明白嘅。係啦，冇錯。或者大家你哋有冇咩覺得係高過人嘅地方嘅咧？高過人嘅地方，有咩高過人嘅地方啊？我覺得發線、腎上腺素啊嗰啲，佢成日話我腎上腺素高㗎，係嘛？點解其實我就係因為真係高。好啦，後話俾大家知啦，呢個獎嘅名咧係佢哋自己建議嘅，估唔到你哋嘅幽默感係咁高㗎嚇！點掌聲，多謝蕭生。喂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， 我都想開始喺8號，好。好，衷心多謝4位啦，好，謝謝。好啦，嚟到第19個獎啊！咁呢一個品牌咧，我係真心要介紹俾我哋所有嘅香港人㗎，因為眾所周知啦，大家都知道㗎啦。近日咧，香港咧，我哋每個人咧都